这又是谁？是徐凤年吗？哪位？剑主吴六鼎，你娘当年反出吴家，剑主名声受损，这屈辱总要还上。母债子偿，我娘的祸事，我接着。吴家若有胆气，大可以来北凉讨债。你要接，便接着吧。这是做什么？儒家剑主竟然如此之强！人传，前辈是哪一位？关你球事儿！师祖。真气用的倒是熟啊！那老头又是何方神圣？接着。
那红甲人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那艘旗舰上，到底是谁想对徐丰年下手？那不管是谁，都闯下大祸了。对北凉世子行凶，打一桩都够。徐凤年的船靠过来了，身边都是怪物，看来是杀不成了。把人带上来。是。你入关山，就别在船上了。我先下船，回城之后登门拜会。靖安王世子有请北凉世子上船。久闻北凉徐凤年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。靖安王世子，正是赵某。这是要杀我？惭愧啊，赵某随水师演练，却被宵小之徒夺权，贼人大胆，竟然还想刺杀徐兄。幸好徐兄无事啊，赵某才松了口气。不是夺权吗？怎么还把人绑上了？方才大乱之时，我借机出手将这贼子擒住了。贼子夺船不算，竟然还想刺杀徐兄，当真可恨。他是谁？水师都统韦栋之子，韦唯。射箭的也是他？就是此人。那他知不知道这可是死罪？徐兄说的是，刺杀北凉世子只能是死罪了。赵某不才，为徐兄讨个公道。徐兄，消息没有？杀得够快的。为国除奸，刻不容缓。你这是早就备好了。赵某听不懂徐兄在说什么。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？毕竟是我属下独权，我虽无辜，可也算御下无方，还请徐兄体谅。要不这样，我请徐兄吃酒谢罪。沾到血了，多谢。什么意思？吃酒就不必了，多破费啊！这就算是谢罪了。徐凤年，不叫徐兄了。徐兄消气就好。雅量高致，靖安王养了个好儿子，佩服。没事了。这徐凤年手下高手还挺多，怎能直呼世子性命？这徐凤年素有纨绔好色的名声，没想到比传闻更加恶劣。这才上岛，就想让我跟他走，这样的世子，我可不会听他的。这件事啊，与世子无关，啊，是我的意思。
等世子离开襄樊时，你跟着走吧。这才见一面，你就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，为什么？爹是为你好。刚才水下偷袭的又是福将洪家，看来想杀我的人一路跟到了青州。会是谁指使福将洪甲？难道是刚才的赵寻？如果是赵寻指使的话，洪甲偷袭会和楼船强攻配合得更好才是。背后要杀我的这个人是在借赵寻的势。可惜不知道是谁。会再见的。有世子在，未来可期呀。老奴便是死，也瞑目了。别用这个奴字，您是我长辈。好好。哎，初冬，过来。这是王某的女儿，名为初冬。世子要是不嫌弃，今夜就让小女侍寝吧。啊！父王，怎么不叫人呢？姨娘，叫错了。娘亲，跑得这么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北凉为我青州宿敌，不管是民间还是官面，父王都不该如此折辱自己。乱七八糟，说些什么？您让王林泉去接徐凤年，这定是有您的谋策，但也不应该让他下跪吧？徐骁下的一手好棋呀！王林泉是徐骁的人。回来！去哪儿？我去灭了王家全族。王林泉在我身边躲了这么多年，为何今日大张旗鼓去见徐凤年？他现在暴露身份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这是交换。交换。徐骁让王林泉亮出身份，就是要告诉我，他主动撤去暗棋，要换我一个态度。什么态度？徐凤年世袭罔替，要换我不要从中阻挠。这分明就是折辱。反正人在青州，不如把王家带着徐凤年一块灭了。不必焦躁，且等王林泉登门吧。王林泉怎么会登门送死？肯定跟徐凤年跑了。下去吧。
吴六鼎是说明日可动手？没错。明日我再率水师出营截杀徐凤年，让他随行协助。谁呀？我。世子，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王林泉，王老先生。这不是林家那个探花吗？靖安王对林家只有一个态度，那就是突进满门，斩草除根。这老夫就负责此事。可大将军还是给了林家一线生机。你娘就在我府上。我娘在这儿。走，我带你见一面。你娘就在里面。谁呀？娘，人家陷入如此境地，全是儿子的错，儿子百死莫赎。北凉如虎狼之地，你刺杀失败，怎么逃出来的？说呀！儿子现如今已投靠北凉门下。娘，现如今林家还剩下多少人活着？儿子此次回来是想把大家一举送到北凉去。您放心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你过来。我林家书香门第，最讲礼教法度。那徐骁是为国贼，人人都要诛之。你去刺杀徐凤年，为娘我很是骄傲啊！就是林家从此灭门，也没人怪罪你啊！你竟然胆小未死，你死了，我也不想你这样活下去。娘，你是北凉门生，
这声念我受不起。我当时，我儿子已经死了。林家人自会留在青州，绝不会有人跟你到北凉。你走吧。我可以把林家的人送出青州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个，林家驻扎青州多年，根基深厚，就算是灭门，也依然有不少旧部留存。我要你明日乘船进城，联系林家旧部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林家跟靖安王这斗了这么多年，靖安王的许多秘密还有把柄，只有林家知道。好，我会把所有的秘密全都问出来，然后告诉你。那不是告诉我，告诉世子。那第2个条件是什么？从此以后，你只为世子的安危而活。世子在青州境内，但凡有一点点伤，我都会把林家的人交给靖安王，你懂吗？王伯，哎，世子，这是大将军的意思，您让我处理吧。啊，我会为世子而战死。在我死之前，我绝对不会让世子受伤愈血。很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啊，这个侍寝的事，今天是我唐突了。不打紧，不打紧。您是北凉前辈，我做那种事儿，我还算什么？这是我愿意的呀。您女儿可不愿意啊。哦，这倒是，是，我劝你。明天我陪你进城。希望徐凤年今日可以离岛。徐凤年若不离岛，我们就杀上木山。世子威武。世子一路保重啊！啊，请。那凤子营就劳烦王伯照顾了。哎呀，这靖安王旧居相反，一旦进城，生死可就交在他手里了。王伯放心，赵恒就算真要杀我，也不会在城里。要不把凤子营带上？兵部无调令，皇帝未下旨，北凉军不能进襄樊城。许萧进京路上，别落下话柄。也有道理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稍等，稍等。等什么？马上就来，啊，马上。爹，你叫我。世子此去，总要有一个熟悉襄樊的人跟着。
就让小女出东跟在世子身边，晚上嘛，你们多聊聊，熟悉熟悉。我不去。别胡闹！咱们王家为北凉贸这么大风险还不够，还得把我也献出去。世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生来命好。你放肆！让世子见笑了。王伯，我一个人进城，就不劳烦令千金了。这小女从小娇生惯养，识了礼数，世子莫怪呀。王伯客气，您留步，我们走了。慢走，慢走。刚才那丫头乱说话，世子不必动气。我怎么会生她的气呢？飞爷，我心里觉得不舒服，是因为我大概想到徐骁在青州的布局了。徐骁行事和我师父一样，都是连环星系。如今王伯暴露，下一步棋也就准备好了。从王林泉让他女儿侍寝开始，我大概就明白。哦，进城再说吧，但愿是我多想了。我不是下令了吗？凤字营留在岛上，就我们3个书生打扮，万无一失的。你家书生带这个？收去。那俩小家伙呢？啊，他们和于右威在一起，留在了岛上。那丫头养猫，也能照顾那幼兽。走开，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世子，有船。这么巧的遇上，看来也是天要亡他。就是这，快看！青州水师，你既然看见了，怎么不拉我去码头？哎，赶不上了，从这下码头再出船，怎么也赶不上了。我呀，我就该陪着世子一块儿去。那靖安王父子不是蠢货，真要害了世子，那北凉必定杀至荆州。今日不能再错失机会，到时候给他捞个全尸送回北凉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别管建州那家伙了，等他赶到，徐凤年早死。旗舰不动，左右两舰击沉敌船，不留活口。是冲咱们来的。
船！出门！那大杆子是干嘛的？那是拍杆，砸船用的。拍杆重量惊人，这2下子砸下去，怕是船都没了。世子，可以用兵刃吗？准了。来。放起！真是勇将，好厉害！准备！谢谢，你谢世子吧，他让我护着你。这不是那位将军，他又不是3头6臂，他光挡不住的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拧峨眉，在夺船。哎呀，好一个进战夺船啊！魏爷爷，能上那艘船吗？小事一桩。这是想靠人力把船拉过去吗？请前辈出手！什么小鱼小虾，也别让我出手！
这人莫非天生神力？我才是赤霞剑诀。可以。都说北凉高手众多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取我神臂弓来！是。已经没事了。林家的人已经陆续送走，老伯救下不少人。核桃倒是没白敲啊，大黄庭也差不多是他自己的了。终于到了，来了也不动，怕是吓破了胆。吴家剑种不过如此。那艘小船见到厮杀，为什么还不走？剑神大人曾傲视天下，您知不知道有门功法叫白帝抱不绝？不瞒前辈，小女子投效徐家就是为了这套功法。若先生记得这个，舒修愿改投前辈门下。滚开！那就不打扰先生了。
说经过。江宁，不会遇险了吧？应该不会。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告诉徐凤年吗？随你怎么说，你有想要的东西，他们只会更放心。你们林家若是知道百利报不绝，我也可以为你效力。我叫吕钱塘。江宁，没事吧？你看，怎么了？哇，虎魁已经死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。我看见了，从我跟前跑过去的。他没袭击你？没有，他都没停，直接跑。长什么样？跑太快没看清，就看见是黑白杂色，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，一晃而过，就看见背影，还扛了一根向日葵。江湖上有这号人物吗？倒没听说过。小心，没死透。是母兽怀胎，幼兽就要出生了。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虎魁出生，睁眼看到的便认作父母。若是幼兽第一眼看到世子，便能收服此等怪兽。哟，先出来的是雌的，后出来的是雄的。那就是姐弟了。他马上睁眼了，让他看到世子。母兽浑身是伤，唯独腹部安然无恙。他一直拼命护着这两个孩子。魏爷爷，天机气运都可以靠实力争夺，但母亲不该被夺走。小家伙们，这就是你们的娘亲，你们看好了。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千万别忘了。他的眼睛。你们的娘亲死了。还真把世子当亲人了。我可不是你们爹啊，千真万确，没骗你们。哎，这么凶！这个不能要，这是自己人。
天意使然。这两只虎魁天生就应该跟着世子，总要有个名字吧？你是姐姐，那你就叫菩萨；你是弟弟，你叫金刚。去哪儿能听得懂？对呀，菩萨，金刚，菩萨，金刚，菩萨。真听懂了。金刚，长姐如母，这是管着弟弟呢。我能摸吗？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这么小就有鳞片了。哎，他们的母亲是双脚，他们为什么是独角？颜色还不一样。长大了就会长出双脚，颜色也会变化。世子，虎魁浑身是宝，鳞甲做成甲胄，刀枪不入，不比富强红甲差。把它埋了吧。什么都不要。他把2个孩子托付给我，足够了。出发吧。哦，怎么走？越过青城，改走水路，顺江而下，直奔青州。上车。嘿，哪来的小虎魁啊？嘿嘿，倒是有胆气啊！嘿。看什么？好剑。徐骁说了，不能给他剑。你娘的大梁龙雀，这你也看出来了？小丫头，你别紧张，这剑女娃子用久了不适合我。哦。哎，你不去跟你姑姑道个别吗？该说的都说过了。水路东行，便是青州。千万小心靖安王赵后。在北凉时，我已领教过他的手段。当年老皇帝过世，八龙夺嫡，靖安王只差了少许，便能坐上至尊之位。此人心机深沉，经纬韬略，未必就输给黎阳的皇帝。姑姑放心，有北凉35万大军在，赵恒不敢杀我。希望如此。靖安王，我倒真的有点期待，这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？王爷，林家在青州的产业，今时已经全在掌控之中，这其中财物的流转数目都全写在这儿。王爷要不要过过目啊？说起来也可怜呐，好大的一个家门，被毁于一旦，也不知道如今林家还剩下几人存活于世啊？王某正在追查，定当斩草除根，不会让林家有再起的机会。慈悲为上，慈悲为上啊！父王，王先生也在。见过世子。有什么事？有上阴学宫学子前来献策，求见父王。你亲自引荐，那学子说的话，
怕是会与你不谋而合吧？算了，把他带过来吧。是。去吧。飞去北凉的。是。有人收到剑碎，自然会赶到青州，危急时为世子后援。徐凤年如果没有闯青阳派呢？世子若不曾闯青阳派，就说明是审时度势、谨小慎微的性子，也就不会在青州有大麻烦，这支援兵也就不需要了。徐骁连自己的儿子都要这么试探，临事关头，方见本性。世子没有让我失望，不愧是小姐的孩子。老头，这船开得这么快，你钓得着鱼吗？这都行。父王，这位就是上阴学宫来的学子。赵凯见过靖安王。你要献策？好，王某还有事要做，不如先行告辞。王先生，一起听一听。你说你的。靖安王入主青州，将近20年载，可曾想过更进一步？你说的更进一步什么意思？朝廷让靖安王入主青州，是为了挟青州水师之威震慑北凉。若北凉灭亡，靖安王自是奇功一件，怎能不扶摇直上？北凉35万大军，谁动得了？想灭北凉，无需大战，杀1人即可。杀谁？徐凤年。你到底是剑神还是鱼神啊？这钓鱼比捞鱼还快。我啊，这是借钓钩为鉴，这不是钓鱼，而是刺鱼。你武功真的很高，还行吧。到底有多高？想拜师了？为什么不能给你剑？我败给王先知之后，我再未持剑。徐骁以为我心里面压了屈辱和战意，他担心我一旦持剑，会控制不住，大开杀戒。你会吗？不会，因为徐骁并不知道我不持剑，不是因为战败。那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有一个人死在我眼前。女人？她是你什么人啊？江宁。嗯。知道我为什么想收你为徒吗？因为我天赋很高啊。不仅仅是因为天赋。还有什么原因？你跟在徐凤年身边，就像当年他跟着我一样。
我想教你学剑，是想让你的武功强过徐凤年，这样，他就不会对你视而不见。就算有一天这小子跟我一样疯了，你也能制住他，不让他犯下难以弥补的大错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，难道是被……是被我亲手杀死的。父王，您觉得呢？有言惑众罢了。可他说的没错呀。杀了徐凤年，徐骁必反。徐骁反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天下大乱，好处何在呀？大乱方能大治，乱世之中，王爷才有机会再去争一争那至尊之位啊。将他轰出府去。父王，若再登门，斩首示众。这孩子眼睛里的野心和我当年一模一样。世子受王爷教诲，自然少年有志。我说的是那位赵凯。哦，一个学子而已，野心再大，他又有何用呢？可巧的是，他也姓赵。林家还未缴出干净，王某就先告辞了。王先生，请便。徐凤年就要到青州了，王爷真要放了他？心有善念，慈悲为怀。那你又为什么会同意送徐凤年去武帝城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问了，我跟徐骁的交易不能说与人听，除非你愿意做我弟子。不听就不听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他要去武帝城，那你恐怕又要对上王先知了呀。挺好的，我把自己关了这么多年，手都痒了。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，王先知最合适了。你能赢吗？不好说啊，当时输在毫厘之间呢。不过现在嘛，许久没握剑，有些属身，不过也没关系。打架嘛，开心就好，输赢先不想。我希望你赢。那我谢谢你。如今，这世上没人对我好了，也还不错。怎么了？想拜我为师了？给你，借你的，打完架立马还给我。你要把神符借给我？你认识？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楚国至宝，你说借就借。楚国没了，这就是把匕首。你不会要打开杀戒吧？
你放心吧，不会的。算我欠你的，想想，要我怎么还？要不你教教他吧。我的人情就这么用啊？嘿，还不是怪你。自从那天晚上你说了他几句之后，他再也没让我读过秘籍，害我少赚好些钱。你赶紧指点他一下，说不定过了这一关，就又让我读书了呢。不去拉倒。父王常年安逸，胆子都变小了。没有京城之意，擅自杀北凉世子，总有些顾虑。大好的机会，放过了可不成？拜山校尉先，世子该为王爷解忧。你是说让我出手？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徐凤年出了北凉，身边怕是有高手护卫。世子，看那边。就他，世子如果想除徐凤年身边护卫，非他莫属。小子，前辈，哎，别过来！别咬我！别咬我！停一停，别傻看着呀！金刚菩萨，回来！还有，金刚，你们两个别乱咬人。也就是前辈宽宏大量，他要是动了杀心，我可拦不住啊！嘿嘿，别拐个弯求情了，我还不至于对这两只小家伙动手呢。那我替他们谢谢您。你这小子也真是踩了狗屎啊！再过几年，这两只小家伙都可以顶个一品高手了。我收养他们，没想着养成高手。人都会变的。前辈找我有事？光修大黄庭，不练招式，一样是个废物，秀动出窍。前辈要指点我。刀痕在上面，太高。行，手指弹刀身，试着砸碎核桃。碎核桃，甲板不能留痕迹。再来。千剑草纲白看啊，剑术剑道的平衡在哪里？看什么？我知道你用的是刀，可道理都一样。千剑草纲就读了个开头，没往下看啊。为什么不继续往下看呢？那不是您说那书写的荒唐，误人子弟吗？是啊，那就想想那天我用水珠破红甲的场景，我那弹指是怎么运镜的。好好磨练吧，就你这悟性，怕是够悬。只许碎一个核桃，不要伤及其他。
世子可知吴家剑种？当然知道，剑仙辈出，人间禁地。吴家近几年出了一名天才剑士，20岁便出剑种，挑战天下剑士，从无败绩。此位便是吴家新一代的希望吴六鼎。说完了吗？我还有美言。先生在青州是在等徐凤年吗？与你何干？靖安王府愿为先生打探徐凤年行踪，一有消息立时奉上。你想要什么？能一睹先生出手，心满意足。这吴家人为什么对徐凤年出手？徐凤年的母亲曾为徐骁反出剑种，如今新一代算旧账了。还在练呢，给你提个醒啊，过几天要是练成了，记得叠2枚核桃，然后呢？然后弹刀下去，核桃锯碎，船板没事儿。我已经做到了。怎么可能？中午才练的，你可别骗我啊！你小子倒是有点悟性啊！让你坐这儿发什么愣？我想试试3枚，但试了好几次，都没出毛。用力的时候，最下面那一枚会被弹开。难道说2枚就是极限吗？知道剑招和剑意的区别吗？刀。刀没动，怎么碎的？这便是剑罡。光看没用，把春雷悬在袖东下，细心感受何为剑罡。感受到了，是气劲凌空，内息破体，透冰刃而出。剑罡本质上就是真气的运用。以你大黄庭的功底，多练几次也能试出来。那这剑罡可比剑招厉害多了，剑招可没这效果。刀再放。这次又有不同，好像有力道击打，逼迫春雷脱手。这就是剑招。你摸一下袖东的刀面。感觉没动，但其实有细微震动。第2指击打，袖东看似未动，其实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弯曲6次，击打春雷，然后再接力恢复正常。弯曲6次，都没看出来。上乘剑招，快如奔雷，稳如五岳。小子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那这剑招与剑罡，孰强孰弱？老夫以剑罡破敌，便是剑罡厉害。老夫用剑招杀人，剑招便胜过天下剑罡。明白了，您最厉害。你果然有悟性。剑招剑罡，自己琢磨。不几日便到荆州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老夫懒得出手。能不能躲过明刀暗箭，看你自己了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我没想指点你，是欠了人情，拿你来还。谁能让您欠人情啊？内息破体，透冰刃而出。前辈，我练出剑罡了。
你那是刀钢，有道理。就这么点力气，杀只鸡都不够，慢慢磨练吧。这小怪物修行的速度比老夫当年还快。将军，你已经在王府门口睡了好几日了，府里的人都问您什么时候回去呢？义父让我在这儿等着药英送剑穗，英不来，我不走。念什么呀？药英，好像是药英。将军，我去替你瞧瞧。闪开！将军小心！是剑穗。哈哈，真是剑穗！你就守在王府门口，一旦收到了药英送来的剑穗，你立刻率领本部骑兵赶往青州。将军，慢点啊！传令拔营，随我东行接应世子。调兵须有虎符。服你个鬼啊！不去的都砍了。将军，请问下座。路上话，路上话。闪开！闪开！江上传来消息，徐凤年今日便到春神湖。5、6鼎通知了吗？他说要养剑，明日才肯动手。不等了，先调集水师，赶往春神湖，机不可失。你把神符给李前辈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怕摔下去啊？这儿风景好，要不坐下试试？我水性不好。有我在，掉不下去。这湖比府里的大多了。那可没法比，800里春神湖容纳天下水陆，吞吐大江，历来是兵家死争之地。靖安王坐镇青州，养水师，盘踞春神湖，就是借天险，据北凉。这等大湖，就是放在天下，也是独树一帜。啰嗦的要死。你找我有事儿？你那2只小虎葵，在储物仓偷生肉，没伤人吧？那倒没有，小家伙鬼得很，只吓人不伤人。那就不管他们。前面有船。那后面也有一艘，好大的船。这些都是青州水师的黄绒楼船。找麻烦的？或许吧。那边有艘船，没关系，
那也是青州水师。世子以为这艘船是巧遇，还是专程出现？定是巧合。靖安王府为出生，青州城谁敢来接徐凤年？这艘又是干嘛来的？奇了怪了，好像真是去接徐凤年的，谁这么大胆子？认识吗？王林泉，这是要动手吗？阁下，可是北凉世子徐凤年？正是。世子，这位王先生此时出现，是王爷的意思？世子。掉头回营。今日不能出手，免得坏了父王的谋划。想，你到底是谁？老奴王林泉，见过世子。王林泉，你是靖安王麾下那个财神爷？投效靖安王，不过是奉命行事。老奴实为北凉旧部。王林泉投靠青州，本就是王爷安排。你认识吗？这些年就是我暗中联络，与王林泉联系。所以是徐骁派你来青州的？是。数十年经营，也是大将军暗中相助。靖安王最后是信了老奴，林家覆灭，青州的财权就交到老奴手上了。靖安王自以为棋局大胜，可到头来还是大将军棋高一招。这么多年潜伏，何其不易！你这么一跪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世子到青州之日，便是老奴恢复北凉军身份之时。这一天，老奴等了太久了。咱不说这些了。在春申湖中心，它有一个岛屿，名叫母山，它早就在老夫的掌控之下。世子，请随我来。转舵，回家。徐骁究竟还有多少暗器没让我知道？